面对郭台铭甲郭文泰三名害死，深夜烧酒看月亮讲心事，侯友宜是啥物心情呢？侯友宜讲，伊尊重郭台铭，伊讲伊嘛相信郭台铭会守承诺来支持国民党。我心非常平静，不必追求任何的名位，我现在也没有资格谈任何的竞选事情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30号毋那伫金门安尼讲，佮含民众党的主席郭文泰伫暗时开讲伤过，甚至双手牵安安，讲两个人黑死三名。洪认为讲，是毋是和国民党的关系愈行愈远？我们相信国董也会信守承诺，支持我们。我们彼此之间一定会同心齐力，面对所有的挑战。身为国民党的家母，侯友宜强调爱尊重郭台铭，也毋过真正讲核零是选项，马上去互另一质疑，核废了尊宏的议题。侯友宜就来背回家己几礼拜和中央沟通，却无得到回应，更加对蔡政府能源政策大声呛声。我从以前到现在，我没有反对过核电，我只要说你用高标准把核能的安全做好，那妥善处理核废料，台湾不缺电才是最重要。配合家人，你就做未到，都做未到，都卖等下讲大声话。2050净零碳。净零排放，莫骗人啊！你嘛做袂到。民进党的对手赖清德表示，想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伙食暗顿，侯友宜是无咧甲信道。台独的务实工作者，终于讲过，伊要去和中国国家习近平主席要食暗顿。我想来想去真的是把政治尤其把和平讲这个话啦，叫做肉麻当有趣啊！呛甲真红声，侯友宜更加罕见互媒体问甲吧。面对最近民调的变化，竞选的节奏敢若是搁咧调整。赖清德是发出着人员调集令拍组织战，未招伫执政团队、中央党部或者是民间单位的幕僚，拢会伫6月前后等下斗3天，迎战2024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